Hello，大家好。草星今日嚟到呢個特別地方，咁呢度係呢個私人嘅鐘乳洞，咁啊位於呢個清遠黃花鎮嘅一個天月山莊嘅私人鐘乳洞。咁今次嚟係因為莊主嘅邀請啦，咁希望將我嘅一啲知識啊，甚至乎各方面層面嘅一啲體驗啊，都試下同國內嘅朋友分享咯嚇。咁就好難得邀請咁嚟到，所以就今次咧就好難得啦，都第一次喺呢個鐘乳洞裏邊咧，同大家分享一啲信息啦嚇。咁啊都耐冇更新嘅，咁好感恩各位支持者，咁感恩支持草星嘅朋友啦，咁啊多謝大家。咁都嚟緊都新年啦，農曆新年開始啦，咁啊進入呢個2026年嘅真正啊，咁啊馬年，咁啊所以就非常多謝大家支持，咁啊希望草星講嘅嘢都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得益啦或者我唔知道幫到幾多盡我所能啦咁覺得如果草星嘅活動甚至乎講嘅嘢都能夠幫到大家嘅，咁你身邊嘅朋友都 OK 㗎，你咪將個信息傳出去咯咁我又唔要求啲乜嘢，係咪？咁我都係一個信息攜帶者，亦都係一個帶著信息而嚟嘅人體驗嘅靈啦，咁同埋我都係一個傳播者啦。咁希望將我嘅理念啊，同埋一啲助人啊，或者係令到嘅更多人發現認識自己嘅講法啦、分享啦令更多人去察覺到咯，或者叫做察覺到自己、認識到自己、揾到自己係最緊要嘅。咁呢個係一個關鍵所在。咁所以咧就好感激，多謝各位咁啊，未來嘅一年裏邊咧，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度過，而且順順利利，好唔好啊？咁最緊要係好照顧好自己咯，因為曾經我喺我自己嘅頻道都講過啦，咁今年確實係有啲面對嘅嘢係有艱難嘅，今年都算好嘅，咁2026年咧都唔算係好差，咁仲係一個叫做點講咧，應該係一個醖釀期咯，真係醖釀期，同埋一個俾大家收拾心情，甚至乎你能夠可以知道有啲需要盡量做好咗先咯今年特別係我都講今年係有起有落有好有壞，但係去到年尾咧就比較慘啲嘅，唔係慘啦，即係麻煩事都比較多啲啦。咁我都建議大家而家嘅市場裏邊好似好有錢賺啊，股票升好多啊，特別美股升到5萬點啊，呢啲簡直係黐咗線㗎啦個市場咁同埋有啲所謂嘅一啲大數據，甚至乎一啲叫做啲虛擬貨幣咁樣啦。咁其實而家炒得好犀利嘅當然因為戰爭啊，黃金啊升白銀都升到去80蚊一盎司80蚊一盎司美金咁以前呢個白銀40蚊嘅就升咗1倍又多。咁正因為咁咧，而家個經濟環境係確實係令人擔憂嘅，好老實。因為當有啲嘢去到極致嘅時間咧，就會返璞歸真咁呢個係一直以嚟我哋嗰個地球歷史裏邊咧，都係有呢個情況發生緊嘅大家自己想了解多啲，可以睇翻個歷史發展。正因為呢個歷史發展咧，咁令到整個地球嗰個經濟環境咧，其實不斷重複再重複咁好似有啲人我哋人類咁靈體咁未經驗過。未完成經驗，咁自殺死咗或者俾死咗，咁咧就又要重複經歷啦。咁所以不斷重複，我哋即係叫做嘅坊間就所講輪迴就係輪迴啦，或者我哋叫做一個將生命重新再嚟經驗完成嘅，咁不斷轉世，都係為咗完成圓滿我哋嗰個未完成嘅功課。咁我覺得都係好辛苦，有時好壓得。有時覺得有時唔好玩嘅嘢，真係又係咁啊！咁好似呢個世外近期嗰套電影咁啦，世外嘅講嘅係小鬼帶住個經驗者，哇！你今次唔得，我要玩到1000年啊！咁死啦，1000年喎，大佬辛苦嘅。咁我哋喺我哋自己嘅過程，喺人每一個經驗睇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能夠揾到自己
開始認識自己，其實係最好嘅。特別嚟緊呢一幾年嘅時間啦，開始有啲人話我哋個輪迴或者叫個轉世咧就開始要停止啦，開始圓滿啦，開始完成啦。可能草星都係其中一個啦，所以就草星盡可能將我自己收到嘅信息啦、知道嘅嘢啦，都分享出去就咁解啦。咁當然大家明唔明唔緊要嚇，有需要可以 WhatsApp 我又得，或者係email 俾我都得啦。我可以分享嘅，盡量去分享啦。好似今次嚟到呢度咁樣，再邀請嚟呢度，咁我都希望一個將我收到嘅信息啦，我知道嘅嘢啦，同埋我嘅知識啦，盡可能分享出去。咁呢個係我哋醒覺嘅人咧個責任真係責任嚟嘅。咁唔係話你識到我唔識講，唔係，其實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練習佢點樣講啦。當你有知識嘅時間，盡量去幫下身邊嘅人啦，盡量令到人得益。咁點解咧？多啲人去察覺到自己嘅問題，發現到自己，知道自己嚟呢度做乜嘢，知道我哋呢度嚟呢度嘅經驗完成啲乜嘢。咁呢個就當佢哋覺醒咗之後咧，或者察覺自己原來係咁嘅，原來呢個遊戲嚟嘅啫，原來呢個好好玩嘅遊戲。你話唔好玩嘅遊戲都得，但問題就係話你點樣睇咯。咁所以就資訊攜帶同埋資訊傳遞咧係好依賴大家去幫手啦。咁正因為咁咧。都希望大家喺今年裏邊咧都能夠作為持守住過去自己嘅信念啦，兼且盡量儲多啲現金。可能你會話現金、美金都可能貶值喎，人民幣又貶值唔緊要嘅。我哋而家呢個本土香港就香港生活所需要就 OK 噶啦。當然啦，有啲人有黃金啊，有其他嘅貨幣啊咁。冇妨嘅，咁要儲翻啲，咁反而係年尾前咧，有關你哋投資嘅嘢咧，盡可能放咗先。所有投資嘅項目啦，包括埋股票啊，其他嘢都盡量去放晒佢。動盪即將會開始啊，其實已經開始咗嘅啊。咁黃福苑事件就係一件例子啦嚇，咁陸續會有嚟啦，係越嚟越多啲啊。咁所以就奉勸大家能夠。手上有啲咩所謂投資嘅嘢咧，能夠少就少咯，即係可能你話唔捨得嘅，咪放咗一半先咯，好嘛？咁剩翻嗰啲咪，如果你覺得到時真係冇再算啦，咁樣都可以嘅，咁有我賺到啦，咁樣咁都無妨嚇。咁呢個係純粹係個人嘅一個祝福，好嘛？咁你點情況就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咧，年尾都會有幾多人要離開嘅，咁另外就特別係明年啦，明年係一個最大關鍵。明年嘅關鍵問題咧就係我自己見到嘅嘢咧，我哋本土都有一個大型嘅嘢啦嚇，大型嘅事件啦，我唔知點講，即係有時你知而家好麻煩，大型嘅事件嚇，大型嘅事件，總之有大型嘅事件會發生。點樣發生咧？都係人嘅問題，啊！全部都係人嘅問題，點樣發生就大家期待啦嚇。咁完成咗今次嗰個大型事件嘅運動之後咧，咁香港同埋國內都有一個陣痛期，真係醖釀緊點樣去重組呢個環境啦，重組成個社會啦，重組成個嗰個人民生活啊，面對嘅嘢啊咁樣會有嘅，即係冇辦法，我哋一直只能講得咁緊要嘅嘢嚇。呢啲你知，我哋始終香港仲係有啲比較小聲點，咁所以冇計嚇。咁另外咧就都希望大家能夠如果有跟我一個唱誦嘅朋友，盡量去 keep 住唱誦啦，令到自己身體嘅細胞咧係活躍翻啦，有問題都可以更新翻啦，多啲曬太陽。未來日子真係奉勸大家多啲曬太陽，增加身體嘅陽氣啦，同埋保持一個善心咯。咁呢個上天係唔會待薄人嘅，只要你願意係付出，願意為你自己個圓滿嘅功績。多啲去幫下身邊人啦，能夠令到更多人得益啦。咁呢個係你要攞嘅一個入場券咧，呢個就入場券啦，係嘛？做多啲嘢，咁譬如唔緊要嘅，咩方法都得嘅。有錢咪捐錢咯，冇錢咪
做一次事咯再冇錢嘅，好似首先唔係有錢嘅，咁唔係講信息咯，咁咪多啲幫下人啦，教學啦咁樣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抱住一個真誠善良嘅心度過呢個赤馬紅楊節，好嘛？咁但係雖然話對赤馬紅楊節呢2年時間，但係我自己見到嘅嘢2027年後產生嘅問題之後，會有大約3至5年嘅陣痛期。呢個陣痛期就係個醖釀緊個改變。呢個係全球性，唔係單一事件。正因為咁咧，呢個希望草星講嘅嘢係湊口啦，唔會發生啦。等大家平平安安度過啦。我唔知道，但係呢個都唔係淨係我一個人講噶啦。其實你 search 有關呢方面嘅資料咧，出邊都有好多呢啲信息嘅。咁我自己就通過我自己嘅三眼啦，因為我三眼真係見到嘢啦，自己去冥想睇嘢嘅時間都見到好多嘢啦。好似就頭先我呢度打咗個時間呢度咧，幾條龍啊飛嚟飛去，同埋有啲高靈啦，好有趣啦，同我一齊唱頌啦。要感謝佢哋啦，咁正話我喺呢個位置就影咗幅相啦，嗰個位置影幅相啦，咁有一個能量體跟住我啦，咁樣好得意，我都覺得幾得意，係嘛？咁所以咧就佢哋冇傷害我嘅，咁兼且同我哋好好玩添，咁同埋一樣嘢咧就我好感恩佢啦，我好感恩佢哋嘅存在啦，係我好多謝佢哋啦，咁佢哋仲係幫咗我一把嘅。咁當時期我唱嗰個天語咧，佢哋都好有趣啦，咁當係一個顯化啦，互相顯化嘅工作啦。No sako，知道 galaxy 那個，媽媽知道no kasi，咁呢個都係一個叫佢哋一齊好好顯化祝福佢哋啦，咁嘅意思。咁所以就草星喺自己嘅身上裏邊咧，係喺改變咗好多，兼且一樣嘢咧就係近期係多咗好多我想要做嘅嘢，咁上天都為我安排緊一啲唔同嘅嘢咧，即係我自己啦嚇，我自己為我安排咗好多嘢啦，咁所以就陸續好多唔同嘅活動啊、教學啊，甚至乎我而家喺南涌裏邊咧有一個叫做即將會搞嘅，同啲朋友合作，即將會搞個咩咧？就係個感恩農法。希望聽到我呢個視頻嘅朋友，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下微信我嘅，咁啊WhatsApp我啦，微信即過來啦嚇，都有嘅。咁或者係你嘅 email 俾我得嘅。咁有興趣，咁我遲啲會開發一個感恩農法，就基本上我哋係感恩農法，意思即係話係用感恩令到個植物生長得更靚甚至乎冇蟲冇其他蟲害各方面嘅嘢，令到植物咧生出嚟嘅蔬菜啊或者果實啊更加美麗，咁更加甜美。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咯。希望喺香港實現第一個感恩農法。因為呢個感恩農法咧，早時期喺北海道咧，就大家可能都聽過，頭先講過啦。嗰本就大地喜歡360萬次嘅感恩呢個就係北海道發生嘅佐佐木農場。咁係一本叫做《感恩農法》嘅一本書嘅，咁我希望將呢樣嘢推行啦，去呢個香港。咁呢度清遠呢度咧，其實我都想做嘅，真係想做。點解我想做咧？就因為國內好需要呢方面嘅一個情緒減壓好需要釋放一啲心靈上嘅嘢。咁因為你知國內嘅市場都好大啦，咁我哋希望將我呢套理念去呢個呈現喺呢度。同埋將我自己嘅一啲科學研發、科學嘅一啲項目同埋一個研發嘅嘢咧，落實喺度去試驗啦，各方面嘅嘢都希望做到出嚟。咁呢個係希望喺公益事業幫到更多人。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心願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啦。咁所以就交代翻我而家近期嘅一啲活動啦。咁如果大家睇過我呢個視頻，覺得都有興趣嚟呢個清遠呢個山雨洞中雨洞裏邊咧去體驗，咁呢個係天然嘅溶洞嚟嘅，好靚，我發覺天然溶洞。咁你再睇翻我上次嘅視頻咧都有嘅，個溶洞好靚。咁呢度咧佢能量好勁嘅，就算你唔入嚟呢度咧，出邊都好靚。咁所以呢度咧係好好玩，亦都係可以體驗生態。仲有嘅最大嘅問題咧，你飲個水咧，全部都有地下幾百米抽上嚟嘅，咁嗰啲係弱鹼性嘅水嚟嘅。咁所以呢度嘅水咧煲出嚟嘅嘢係唔同啲嘅，煲湯啦、煲飲茶啦，啲水都係好靚嘅，同埋
係有天然。咁所以咧呢度啲嘢係好正，所以呢度養生啊、體驗身體啊、想改變自己啊，令到個身體裏邊起碼你冇多啊，做翻10頭8人就 OK 咯。其實呢度係歡迎嘅，因為呢度係本身個莊主嘅意願咧，就希望將呢度咧作為一個覺醒基地啊，即係叫更多人揾到自己、察覺到公益基地，或者叫公益或者覺醒基地啦咁樣啦。咁好多嘢都係人哋捐獻啊。其他有錢人係俾錢落嚟啊，甚至乎有啲人咧唔使錢嘅，你要過嚟參加，好似今次個活動，佢哋有啲人已經捐咗啲錢落嚟煮食飯啦、租房間啦，都捐咗錢啦，都叫做佢哋叫公益啊嘛。咁另外啲人嚟參加啲人咧就係免費嘅，唔使錢嘅。咁但係當然你要自己路費要自己俾啦，自己腳費自己俾啦，個腳費一定要自己行啦。咁所以就有趣嘅。咁既然佢哋都有啲諗法同埋呢個環境能夠幫助更多人體驗同埋身體裏面康復，有病嘅醫病，冇病嘅提升翻個人靈性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嘅意願咯，莊子嘅意願啦。咁我自己都希望能夠協助到多少啦，咁樣啦，協助到多少啦。咁所以如果睇到我視頻嘅朋友有興趣嘅，咁你哋可以微信email 俾我啦，或者留言俾我啦，喺呢個 YouTube 裏邊留言俾我啦。咁所以就歡迎嘅。咁我哋嚟緊3月中會做一場活動，咁就會儲夠20人啦，就嚟呢個清遠嘅一個活動，咁就體驗嘅。咁呢個係要收費嘅，唔使錢係收費，因為點解咧？都我哋有一個費用裏邊咧係包括埋呢個資助莊主嘅，資助莊主喺度維護維修，因為佢啲地方都老化，需要維修啊，需要啲搭建啊，或者需要揾啲請人去做下啲裝修啊、維護工程啦咁樣啦。咁呢個係需要嘅，因為莊主都唔係賺錢嘅已經，佢都70幾歲，咁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機會嚟到呢度咯。咁至於琴日我嚟啦，琴日嚟到呢度啦。咁因為自己一個人嚟咧，坐車長途巴士要轉到多段車。咁如果有人一齊嚟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包車喺深圳包車上嚟就好舒服嘅，好舒服。咁我哋琴日上到嚟咧，咁就參加佢哋嘅所謂課程啦。咁國內嘅課程咧就成日都講，全部都係講煲冬瓜、鄭果園。咁雖然草聲嘅國語唔差，但問題一講即係未試過用國語講呢個心靈嘅課題嘅，都覺得甩咳嘅。咁雖然我都冇乜點講啊，但係最主要佢哋上佢哋自己嘅課。咁佢哋嘅課咧就係有老師錄咗啲講座啦，咁跟住就播，咁跟住有啲老師帶住咧咁樣啦，咁就好老實，即係對於我哋喺外面啦，我哋香港人啦，我哋出邊嗰個模式真係有啲落差，個模式有啲落差。咁有啲前別嗰啲嘢又要唱國歌啊，嗰啲嘢咧就真係個人喜好啦。咁可能呢度係因為門面功夫需要，咁呢度都要做嘅嚇。咁我就冇乜點做啦嚇。呢樣有啲噪聲嗰啲私人情人嚟㗎嘛。咁所以就但係內容咧，個老師嘅內容咧都係講感恩啦、情緒治療啦。雖然係悶啲，但係個主題係 OK 嘅。主題 OK 嘅，佢講情緒啦，我哋點釋放情緒啊，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生活啊，點解我哋咁多情緒爆發啊等等，我哋點樣通過感恩？但係呢個感恩嘅力咧，同頭先講嘅力咧有少少唔同。我就落地啲，點解咧？因為我要俾大家知道呢個感恩係真係要你出個力，願意去做到誠心去對自己、對你嘅家人、對你個過去發出嗰個念，你會即時得到效果。但係佢哋老師就冇講嘅。咁佢哋老師就係成日都背一段咩宣誓文啊，叫做咩我相信乜乜，我相信我要對地球好，我相信咧我要對人哋好，我相信對人哋，佢係成日用相信呢個字，相信呢個字咧其實係一個大問題嚟。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你相信你仲帶有懷疑嘅態度去相信你做唔做到，你幫唔幫到，你願唔願意啊嘛？因為你帶住一個字眼，呢個相信我相信你咁樣冇問題嘅，我相信你咯咁樣，但做唔做一件事啊嘛。但如果按照宇宙法則嚟講，我是一個願意幫助他人嘅人，我是一個願意分享嘅人，就唔一樣，係咪？呢個力係唔一樣，係兩件事嚟嘅。咁可能我唔知道佢哋國內嘅諗
法係點樣啦，或者可能個老師未知道呢方面啦，佢知道感恩係好嘅，分享感恩呢一樣嘢係幫到好多人，其實佢哋都幫到好多個案，令到好多家庭咧和諧翻啦，令到家庭同父母之間能夠得到一個和諧啦，係好事嚟嘅，呢個係值得鼓掌嘅，值得係欣賞嘅部分。只不過係有啲嘢係需要唔似得我哋用好似草星咁，係用科學理據去令到大家知道原來感恩係一門科學，原來活在當下，當你個威力之點擺當下嘅時間，呢門係一門科學。當你迎接未來嘅時間，都係一門科學。因為大家如果有聽過其他人講過，或者出邊都講過啦，愛因斯坦都好似講過，我冇記錯嘅話，過去、現在、未來都喺當下發生啊嘛。呢個係事實嚟嘅。過去、現在、未來都係當下發生，因為呢個係量子基本嘅一個結構嘅運行嘅方式嚟嘅。咁正因為咁，佢哋就嗰日講課嗰個係醫生啊，咁佢又可能冇草星中意研究科學多咗啲相關嘅數據同各方面嘅嘢，所以呢一樣嘢就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咁希望日後都能夠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將我諗到嘅嘢啦、過去嘅嘢啦，都分享多啲呢方面嘅出去咯。咁所以今次嚟到呢度都係協助啦，一個協助形式啦，就結個緣啦，能夠希望同佢哋喺唔同嘅人啦、唔同嘅嗰啲參加者裏邊咧，得到一啲共識，或者係希望將我嘅信息喺國內裏邊傳播，能夠多啲人受惠於一個真正能夠體驗到自己、揾到自己嘅一個能力啊！因為每一個人都係自己獨立嘅我同埋獨立嘅能量體，佢係一個超乎佢哋唔發覺嘅，佢哋冇發現自己係啦，我哋就要幫佢哋發現自己，去超越自己，呢個先係重點。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經驗體，咁我哋其實好誠實，係一個好神聖嘅存在啦，令到佢哋察覺到呢一樣嘢，其實我哋就完咗。因為我哋都唔求啲乜嘢，就希望我哋嘅信息就帶到俾佢哋，哇！開始自己揾到自己啦，快樂啦，知道自己嚟玩嘅啫，知道嚟呢度搞搞震嘅啫，其實真係某程度上都係叫搞搞震。咁所以就要俾人哋知道，其實呢度咧，其實就嚟到呢個次元世界裏邊、三次元世界裏邊，其實當你發現一樣嘢，原來我要玩嘅，我要跳動嘅，我要不斷去玩嘅，咁所以即係個形式就唔同咗噶啦。當你喺呢個生活喺呢個世界裏邊咧，當你知道呢一樣嘢嘅時間咧，你嘅活躍啦、你嘅快樂啦、你嘅情緒啦就開始改變啊。咁當然我話草星屌，真係好老實，你講嘅易啫，係咪先？你講嘅易啫，你推唔推咯？你喐呢個石頭啦，呢個石頭幾啦，我都仲未推得喐佢，係咪先？我哋用念力去，好似啲武俠小説咁，咁樣係咪可以咧？係得嘅。但問題就係，當然你個幾大嘅願啦，幾大嘅力啦，咁都要收咯嚇，咁都要學習。最基本就話揾到自己先，係嘛？因為自己最重要啊嘛，自己係唯一噶嘛，亦都係獨一無二噶嘛，亦都係神聖噶嘛。你係最美麗噶嘛，你係最靚噶嘛，你係宇宙中裏邊一點啊，一點光啊，一點永恆嘅光啊。咁所以正因為咁咧，要大家去察覺到、理解到、認識到，係需要大家去傳播、去推廣呢一樣嘢。咁亦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咯，多啲支持草星係講緊嘅嘢。咁正因為咁咧，希望大家能夠喺未來日子裏邊咧，多啲去同自己對話，包括埋香港嘅朋友啦、支持草星嘅朋友啦。咁我頭先同國內嘅朋友都講一樣嘢，自己對話，揾翻自己，同自己嘅內在對話。因為你個高靈其實一直等緊你，你個高靈一直都想同你傾偈。當你冇察覺自己就係話唔啱嘅，好多小我啊，好多 ego 咧就走晒好多嗰啲意念出嚟。試下靜一靜，同你嘅高我講，同你嘅內在講，內在心裏面講，請你安靜。我哋安靜下，我哋問下自己甚至乎你可以每日起身同你嘅高我講，哎呀，高我請你帶着愛同光與我同行，守護我、支持我、鼓勵我、提醒我。呢個係 keep 住做啊，得㗎絕對得嘅。咁當你同高我連接咗嘅時間咧，咁你好多嘢好順利，好多嘢會提醒你啦，起碼唔會撲街先，起碼唔會哎呀撲街啦咁樣，起碼唔會撲街先，起碼雖然我哋推唔喐嚿石頭唔緊要，起碼自己
開心啦、安全啦、知道啦、發現啦，呢一樣嘢。咁正因為咁咧，草星就分享呢啲資訊俾大家，最緊要好玩，最緊要好玩。我覺得好似80年代40、50個，最緊要好玩係咪？咁所以咧，都係一樣啦。希望大家喺未來日子裏邊，帶住歡愉、快樂嘅心情去度過未來嘅事件，因為呢個未來事件咧有7年時間俾大家去體驗，同埋一樣嘢，我好感恩一樣嘢咧，我哋能夠喺呢個時代裏邊係一個見證者，喺呢個赤馬紅羊劍嘅見證者，睇住呢個時代嘅發生，所以我係好感恩，我今次選擇喺呢度經驗呢件事，所以我祝福每一個睇到我視頻嘅人，你哋都能夠參與其經驗過程裏邊，係一件非常幸運嘅事，因為你會帶住呢份知識喺你個永恆記憶庫裏邊咧，係存留咗一個好好嘅經驗，好嘛？咁啊就係咯，唔好講咁耐咯，好嘛？咁啊，多謝晒大家先嚇，祝大家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祝福每一位，多謝晒。